愛回家台柱呂慧儀趁住農曆新年假期，同屋企人同埋仔仔蟹子一齊愛回老家福建過年，既陪伴屋企人，亦都探望各長輩，度過一個溫馨嘅假期，好好叉電休息，喺新一年繼續努力工作。呂慧儀仲喺社交網度分享仔仔回鄉嘅點滴，眨下眼蟹子已經11歲啦，佢跟住媽咪去家鄉探望長輩，又去到呂氏宗祠參觀，相當聽話乖巧。呂慧儀接受訪問就話：家鄉過年氣氛好好，又可以趁機同蟹子分享佢細個嗰陣喺鄉下周圍玩嘅開心往事，相當之快樂。Hello， 東網嘅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黃敏奕。馬年咧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開開心心，最緊要咧每一日都一團和氣，笑口常開，恭喜恭喜！咁對我嚟講咧，新年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機會，去同自己嘅家人啦、朋友啦聚首一堂，然之後 share 啲好喜慶嘅感覺。即係相信吸引力法則咧，就係呢個新年咧，大家記住年初一千祈唔好發脾氣啦，唔好講啲唔好嘅嘢啦，然之後一定要不斷講好嘅説話，不斷講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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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之後咧就吸引晒啲好嘅 energy 翻嚟啦，恭喜恭喜！